悟空，你去替八戒买一颗干妹。我口不渴。为什么要买干妹？对啊，它是神猪是不是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是不是要吃徒弟？你是不是要吃它？我不好吃哦。悟空啊，你这个做师兄的，去化缘的时候顺便帮师弟买一颗干妹，天经地义，你不要那么小气嘛。不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大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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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。凡有所宽，乖客领门，也是松敏欢。在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大家的经济压力都蛮大的，所以斜杠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潮流了。那不瞒大家说，最近呢，我也有了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心灵导师。各位受世俗所苦的众生啊，我叫 Mr. Song， 来，成为我的信徒非常的容易。大家等一下数到3，就高呼 Mr. Song 3次，就可以成为我的信徒了。你在笑什么东西？来，1、2、3，再有感情一点，再投入一点。Song， 聽定 Mr. Song， 人生就大爽。可以了，還本大你懂怂怂。我来告诉各位，在这个物质的社会，烦恼就是金钱，金钱就是烦恼。所以 Mr. Song 在这边奉劝大家，把烦恼都交给我吧，我来承担你们的烦恼，你们就轻松了。而且除此之外呢，我最近还成立了一个互助会，不管是牛鬼蛇神，都是我服务的对象。听说今天来了一群没办法投胎转世的孤魂野鬼，他们想借助我的力量，帮助他们顺利的投胎。阿弥陀佛，善哉，这位施主。施主结个善缘吧，50不嫌少，1000不嫌多啊，可以找的哦，也可以来配看起来哦。很有钱，这位。真的没有吗？阿弥陀佛。请问你们2位是？在下孙悟空，我是唐三藏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，他们不是同一个作品里面出来的。上高山。你闭嘴啊！你会的太多了哈。奇怪，这个 Mr. Song 有看《西游记》啊，里面记载你们应该都已经成仙成佛了，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呢？哎，那些都是书里面乱说的啊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在去西天取经的路上就挂了，就变成孤魂野鬼了。一直流浪到现在啊。Mr. Song 告诉你们，通常啊没办法投胎转世，都是有什么夙愿未了。来说一下你们生前的故事吧。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的。悟空啊，哎，你愿不愿意跟着为师一起去西天取经呢？你现在是在邀请我和你一起去西天取经是吗？有人吓到了。悟空，我们出发吧。走啊！善哉善哉，师父。悟空啊，师父。悟空，为师啊，从大唐出发，看定天下苍生，走遍大江南北之后，为师做了一个决定。什么决定呢？我要还俗。太快了吧！不是，那你刚刚干嘛还要邀请我啊？你就直接去还俗就好啦。为师太想吃肉了。理由太烂了吧，师父！我想要吃肉，我要吃控肉，控牛。冷静！
哎，你一个出家人哦，你不能吃肉哦，你去吃素好不好？你吃素，我帮你准备啊。我就是那么饿，怎么取西经？没错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准备好不好？来，你想要吃什么跟我说啊。随便都可以。那这个泡菜、福菜，太咸了。发拜、发糕，太甜了。还是我去附近村庄化缘呢？就我有瞪戏哦。你是女朋友是不是啊？出家人不要挑三拣四的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你去化缘啦。好，我去化缘啊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到处旅游的背包客。如果啊，你问我旅行的意义是什么，我觉得就是为了要遇到一个讲什么耶，嘿嘿嘿，来一个浪漫的邂逅。八戒，不是，认错人了吧？八戒，找你好久，原来你躲在这里哦。不是我不是八戒好久不见了，八戒。我不是八戒啊！还在装傻？你不是八戒，谁是八戒啊？谁在干嘛跟我们装不熟啦？谁在装傻呀？我只是个路过的。哎，八戒说得好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啊，总有一天会死的吧？悟空，你去替八戒买一颗甘妹。啊？哎，不，我口不渴。这什么姿势啊？等一下，干嘛？为什么要买干妹？对啊。他是神猪是不是啊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是不是要吃徒弟？你是不是要吃他？我不好吃哦。悟空啊，你这个做师兄的，去化缘的时候顺便帮师弟买一颗甘妹，天经地义，你不要那么小气嘛。不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对啊，而且我们是佛教，不是回教，所以猪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你就是要吃他。我只是出来旅行的，遇到这两个疯子，还真跟水洗哦。八戒，空有，八戒，空有，八戒啊，不是空佑啊，有没有礼貌啊你？你看呐，八戒被你逼跑了啦。没有空牛可以吃，那我不要去取经了，我去让妖怪撕退我算了。哎，来啊，妖怪来撕退我，妖怪来撕退我。哎，不过如果真的要让妖怪撕退的话，我比较希望是蜘蛛精或是白骨精啊。师傅啊，他们是真的要撕推你哦。我知道啊，你没有搞懂，是今天晚餐吃孔友足够的那种吃哦。今天晚上要吃孔友足够还是我？没有搞懂啊！哎呦，好热哦，这里。出家人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思想，真是热死了。因为我们现在到火焰山了啦。哎呦，好了，师傅，我现在呢去找那个铁扇公主借扇子，好吧，这里3凉快一点。好，你在这边等我哦。悟空，你说找谁？铁扇公主。铁扇公主。这样啦，悟空，我是觉得吼，我去借吧。师傅啊，人家铁扇公主严格说起来是人妻哟。个屁呀！什么东西呀？不要给我比战啊，放下啦！反正我现在一个筋斗云过去，我马上就去借了，你就在这边等我啊！某，悟空，你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，很辛苦了，为师去吧。某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某，取经是大家要一起做的事情，这是大家的共业嘛。某，你如果在路上遇到什么危险，我孙悟空该怎么办呢？某，为师很强，你不需要担心这个啦。某，唐三藏如果很强的话，就不会有《西游记》这本书了。说什么？喂，凭什么啊？你唐三藏为什么会有金箍棒啊？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这种事情的啊！你解释一下吧，你为什么会有金箍棒啊？哎，悟空，怎样？哎，停不下来哎！什么？跑晃！停不下来了！变成健身器材了！不，停下来！有地震呢，地板都在晃哎！上面的石头要被震下来了！于是我们就被石头砸死了。阿弥陀佛！你们不觉得有点太离奇了吗？还有啊，你这个出家人，不要满脑子都想着吃嘛。来，
Mr. Song 送你一句客家俗谚：祖仓胎，救仓飞，引仓边景乖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呀，满脑子想着吃的话，下场会不好的嘛。猪吃太多会被卖掉，狗吃太多肚子会出问题，人吃太多健康也会不好的嘛。来，各位信徒们，跟着我一起念一遍：祖仓胎，祖仓胎，救仓飞，救仓飞，引仓边景乖。你仓边景乖。大家看到了没有？他们没办法投胎转世啊，就是因为唐三藏没有吃到肉，夙愿为夙愿夙夙夙夙愿。萨瓦迪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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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萨瓦迪卡。白骨精啊！你很没有礼貌。哦，拍谁，我刚刚想说来了唐僧跟这个孙悟空，再来一个白骨精，应该蛮合理的吧？我不是白骨精，只是一个平凡的泰式按摩师。既然是一个平凡的泰式按摩师，那你怎么会来到这儿呢？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生命故事啊？好的，那卡，那个时候是这样的。啊，人呐、在外面旅行真的要注意安全啊！上次我遇到那2个怪人啊，不是叫我巴结，就是要把我吃掉，莫名其妙。不过这次来到泰国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吧？啊，来到泰国要干嘛？就是要去按摩嘛。因为呢，去按摩，也许哦，可以遇到一个讲什么的按摩师，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完美的邂逅。萨瓦迪卡，好像还不错。欢迎来到泰式女鬼按摩中心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哈，该不会是做黑的吧？做黑的，哦，还有做白的跟黄色的，各国的客人我们都接待。哦，原来是肤色啊。那你们这边是不是纯按摩？不是，按摩完还要捶，捶背呀！捶完之后加上调味料放到冰箱。你在腌猪肉啊？开玩笑的，干嘛这么认真？你还真爱开玩笑哈。哎，那你们这边有什么选项啊？有指压、油压，还有画押。画押，就是你画押签字，我们就把你卖掉。我来的是泰国，不是柬埔寨，我应该没有来错地方吧？还要把你的肝挖出来是贴。哈心你呢？这谁会同意啊？开玩笑的，干嘛这么认真？先生，你怎么知道？不要闻好不好？拜托，你都讲3遍了。我们真有默契。哎呦，害什么羞啊？那你选什么消费呢？我选油压。先生，你的选择真棒，是不是？油压按摩怎么样？适合油腻的你。我怎么开心不起来呢？那在开始之前要先换衣服哦，来吧，把上衣脱掉。哦，脱掉。裤子脱掉，脱掉，内裤脱掉，脱掉，皮肤扒掉，扒皮啊！对不起，扒皮前要先除毛。除毛？你把我当黑毛猪是不是啊？还开玩笑的，干嘛这么认真？先生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干嘛？你是不是名人呐？有被写在书里面。谁啊？猪八戒。哎。泰国人也知道《西游记》了吗？我是泰国华侨，也是客家人，哈感人。哈，是梦宁张来了。这泰式客语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啊。来吧，换衣服吧。哦。
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我问一下啦，啊，我换衣服，你看我换衣服哦，拍谁拍谁，你娇羞什么呀？看到小鲜肉我太开心了，小鲜肉，小鲜肉，小鲜鲜肉，肉，空牛，空牛，等一下，空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句好像在哪里听过啊？来换衣服不，要强调肉，好不好？我换衣服，好我换衣服，换好了吗？还没啊，好了吗我？还没脱啊，好的，烦不烦呐？来换好衣服之后，躺到这个床上来。躺上去了，啊，好。哦，这个床的承重很厉害。啊，室内温度可以吗？我觉得有点冷哎。好的，帮你调到120度。太热了吧？对不起，太高温会肉太老。什么什么？我是说会受不了。接着帮你做脸呢。终于要开始了。两位客人，食材还没处理好，不要跑到后厨。真是的，刚才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没事。哦接着就是最重要的环节，哦，你要帮我上精油。要帮你下降头。哎，为什么要下降头啊？你应该也感觉得出来，嗯，我是爱说笑话的人，对，吓人的笑话。所以我养了这一罐，冷笑话之谷啊？这是我养的小鬼。这个谷里面装满了冷笑话，哦，难怪这个地方这么冷。让我把它打开来。哦，请问，唐三藏躺在饭上会变成什么？什么？唐三藏寿司虎。这是谁在说冷笑话？就是他，他会让听到冷笑话的人爱上我。我觉得你是我的真命天子，不是不是，我要跟你开心过日子。我不要。听完冷笑话，有没有爱上我？我更恨你了！我只是出来旅个游，为什么每次都会遇到怪人呐、还真给水洗啊！不要走，至少把床留下来。真讨厌，又走了一个。怎么赶不上？不好了，失控了，冷笑话要爆发了！请问川渝漫才的上博创业店名叫什么？上博店。所以我就被冷笑话冷死了。怎么样？尴不尴尬？尬我觉得你根本就是自作自受嘛。啊！就算心急想要找到对象，也不可以操之过急嘛。来，Mr. 宋在这边再送你一句客家俗谚，来，叫班鸭此足，舔公麦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时机未到啊，你再怎么着急都没有用。我们要懂得看时机，要按部就班，顺其自然嘛。来，大家跟我念一遍哈：班鸭此足，班鸭此足，舔公麦牛。舔公麦牛。看出来了，他呀没办法投胎，就是因为找不到。这一次的好像比较大只。哎，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哎，你笑得这么开心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地？哎，你是谁啊？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不重要，很重要啊。重点是来到这边就来分享一下你的沈喵姑司生命故事。这么突然的吗？来分享一下嘛，既来之则安之嘛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沈喵姑司。哎，对对对，我经常觉得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，一不小心啊，你就会被人杀了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可以找到我这一生中的寄托，也就是
蒋 C 妹。我刚刚掐指一算，这位先生活了25年啊，单身25年，没搞过朋友，单身狗。哎，妈你还单身狗啊？还单身狗。哎，谁没交过女朋友啊？你没交过女朋友，切，不是吗？对呀。是你切屁呀！我来告诉你，你会交不到女朋友，就是太被动、太消极嘛。只要你肯主动出击，一定可以交得到女朋友的啦。我有嘛，但是结果都是随戏嘛。真劲啊！那天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你过来一下。哎，我可以请问一下吗？为什么是你去演那个被撩个 C 妹？哎，请问你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吗？不是啊。那你怎么会不知道我们缺经费嘞？哎，开玩笑不要的，不要那么认真，你也是泰国人呐。小姐，色狼啊！怎么有肉味啊？不要！还有一次，我去游泳，救命啊！我溺水了，快来救我！小姐，不要害怕，我来救你啦！你看起来很好吃。其实感觉起来你还蛮受欢迎的嘛。作为食材来说，我只是想要谈一场正常的恋爱，怎么就这么不顺呢？哎呀，你不要死脑筋，你有时候要换一个思路嘛。我想，啊，山不转路转，对，既然找一个蒋 C 妹行不通，那我就在大马路上面找缝包。大马路上捡红包，你已经自暴自弃成这样了吗？哎，你不要小看了啊，还真让我捡到哎！你看，不过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啊，就是我一捡到这个缝包，我就到了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见面了，我们可以啊？怎么会是你？我一捡到这个缝包，我就到了这里。朋友，怎么是你啊？然后我又捡到一个缝包，我就到了这里。八戒，怎么会是你？而且我不是八戒。都不要再吵了。其实是我 Mr. Song 把他召唤来这里的，你为什么要召唤他？因为他来了之后就可以一次完成你们3个人的夙愿，而且地上的这些缝包啊，就都归我了。各位信徒，把你们的烦恼都交给 Mr. Song 啦！Song，来登金水洗啊！好了，不要再玩了啦！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，为大家介绍所有的演员。首先是最漂亮的段叶希，谢谢大家。还有这个最衰的吴思伟，还有川渝漫才的盛博，还有赵明，还有主持人宋明翰。让你们开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